大家好，我係 Leslie， 好開心緣分安排我哋喺呢個空間再次相遇。今日係公曆2025年10月23日，農曆9月初3。根據曆法，今日係一個平日，平日唔代表平淡乏味，反而係一個機會俾我哋靜落嚟，處理好身邊嘅瑣碎事，將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條，就好似一首歌嘅間奏，平靜但不可或缺。我哋一齊嚟睇下點樣將呢個平日過得安然自在。首先，我哋一睇下今日天上嘅星為邊啲朋友仔帶嚟咗特別嘅啟示。我想特別同屬羊嘅朋友傾兩句。今日係丑未相沖，你可能會覺得諸事不順，尤其係喺工作上容易同人有啲小摩擦，或者原定嘅計劃突然有變。特別係1967年同1979年出世嘅朋友，感受可能會深啲，但係唔緊要嘅，風吹過總會停。如果你想個心定啲，可以試下佩戴一個精緻嘅鼠形飾物，因為子丑合可以幫你化解呢份不安。更重要嘅係，今日待人處事，試下以柔制剛，多啲聆聽，少啲爭辯，有時退一步反而係最大嘅智慧。當然有風雨，亦有陽光。今日屬蛇、屬雞同埋屬鼠嘅朋友就沐浴喺陽光之中啦。今日係你哋嘅3合或6合之日，貴人運特別強。如果你心裏面有啲計劃想推展，或者想尋求合作，不妨主動啲，踏出第一步。可能你一直等待嘅嗰個人，今日就會出現，俾你意想不到嘅支持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講啲有趣啲嘅嘢。生活入邊有時加啲小儀式感，心情都會靚啲。今日想增強財運嘅朋友，例如想打返場好牌，或者傾成一單生意，不妨將目光放向東南方。如果想今日人緣好啲，心情愉快啲，容易遇到開心事，就不妨面向西北方。呢個係今日嘅喜神方位，會為你帶嚟好心情。